大家好，今集為你分享不靠風水拜神也能快速提升運氣的4個實用方法，源自一位曾從生意失敗、負債累累2年就谷底翻轉的朋友的經驗。第一，多笑多微笑，笑容是強大力量，能改善人際關係。笑得多，身邊人願意與你交往，你的能量也會變得積極。正如王馨平《生命有價》歌詞所說，找回你的微笑，再不如意的事，笑一笑也能慢慢好轉。若常苦口苦面，運氣會明顯下滑。第二，少抱怨多讚美，運勢與身邊人際風水緊密相關，常抱怨會拖累自己，還可能受負面朋友影響，勸不聽則建議遠離。簡單讚美他人，如誇新髮型、新衣服，能讓自己氣場變好，他人開心後也會更願意幫助你，運勢自然提升。第三，戒除負面情緒，人難免有失意時，但別讓負面情緒持續超過幾小時，更別帶到第二天。精神抖，充滿能量的狀態能增運，反之常唉聲嘆氣，充滿負能量，只會讓運勢下跌。積極樂觀才是對自己最好的選擇。第四，多做善事，利他行為最終會回饋自己。你幫助他人，他人記住你的好，日後也會回報。正如你對人好，人也對你好。堅持做有利他人的事，對運氣幫助很大。記住，你的狀態是風水，心態是運氣。這4招中，多微笑當下就能做到。鍛鍊強大內心，你的運氣、財運、人緣都會越來越好。笑多些，事情就會好。希望你喜歡我今日所講的內容。如果你覺得我的內容可以的話，希望你幫我分享出去，或者給我一個 like，留個言給我，讓多些人可以看到你對我這條片的看法。還有，我旁邊有個小鐘，記得點一下，下次有新片的時候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。多謝。